自2024年2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外在清查，看见内在意义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出来及记39章第10到43节。这个师傅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，用蓝色、紫色、黄色的丝，用幼工做阿伦伫圣所服侍要穿的圣的礼服。因用金线、甲蓝色、紫色、黄色的丝，以及锁过的幼麻做衣服得，就是将金仔拍互薄薄薄，剪做线，掺伫蓝色、紫色、黄色的丝甲幼麻，用机卡的手路织做伙，因搁做经带甲衣服得的双边连做伙。衣服得的腰带甲衣服得同款，用机卡的手路，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黄色的丝，以及锁过的幼麻织起来，甲衣服得连做一个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因搁夺2块红玛瑙，鑲伫金圈里，用刻囡仔的手路，将雅各的囝的名刻伫迄顶面，按伫衣服得的经带，做以色列人的纪念石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因做一个判断的形地，用甲做衣服得同款机卡的手路，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黄色的丝，以及锁过的幼麻做。形地是四方的，凹2层，长宽拢22公分。形地顶面鑲4座宝石，第一座是红宝石、黄玉、赤玉；第二座是绿宝石、蓝宝石、金刚石；第三座是紫玛瑙、白玛瑙、紫色的水晶；第四座是青玉、红玛瑙、碧玉，这个拢鑲伫金圈。这个宝石照雅各的囝的名共12块，用刻囡仔的手路，逐块刻一个名，代表12支族。因用纯金拍2条链仔，亲像枷锁仔，安伫形地。因搁做2个金的圈，甲2个金环，将这2块环安伫形地的上头。将迄2条金链仔连伫形地上头2个环，用2条链仔的上头连伫2个圈，安伫衣服得经带的头前。因做2个金环，安伫形地2头的前，近衣服得向内面迄边。搁做2个金环，安伫衣服得头前的经带下面，挖近3连的所在，用机卡的手路织的衣服得的带顶面。因用蓝色的幼带，将形地的环甲衣服得的环绑做伙，搭伫用机卡的手路织的衣服得的带，将形地甲衣服得固定地。这个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因用这步的方法做穿伫衣服得内面的外袍，规领是蓝色的。头顶面的对中，为着头壳留一个空，周围织领沿，亲像剑架的领空，才免破裂。头的下骹部用蓝色、紫色、黄色的丝做射流，搁用
纯金做岩铃仔，下伫射流甲射流的中间，还有几个下骹步，一个岩铃仔，一粒射流，一个岩铃仔，一粒射流，通穿来服侍上主，才会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引用即部的方法，为阿伦甲伊的囝做幼麻的内袍。礼帽甲头巾用锁过的幼麻做礼裤，搁用锁过的幼麻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用赤绣的手路做腰带，才会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引用纯金做礼帽的牌，用刻囡仔的手路刻圣化归上主。搁用一条蓝色的带，将迄块牌绑伫礼帽的头前，才会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安尼，会幕的布边所有工程拢完成。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因将会幕就是布棚甲所有的器具送去摩西遐，有钩仔、绑、番弓、挑有榫孔的做。汉布棚染做红色的羊羔的皮甲上顶的皮，遮约柜会挂的帐帘，约柜甲伊的冠、伊的挂，摆献祭的饼的桌甲伊的器具，献祭的饼。纯金的灯台甲伊的灯盏，灯台的器具甲点灯的油，金的香坛，通抹的圣油甲香的香料，会幕的门帘，铜的祭坛甲铜的网仔，祭坛的冠甲坛所有的器具，洗肠的盆甲盆座，埕四围的围甲伊的条，有榫孔的座甲埕的门帘，漆仔甲锁仔，布棚甲会幕内面所有的器具，以及幼工做的礼服，就祭司阿伦伫圣所穿来服侍的圣的礼服，甲伊的囝做祭司得穿的礼服。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摩西看到所有的工程拢有照上主的吩咐完成，就甲因祝福。对外在清查看见内在意义，你是毋是知影？汉民族对过年穿新衫有袂少的禁忌。大省过年的新衫图案讲求简洁、有意、吉祥，以免无好的图文招来歹运。其次，穿新衫进前，爱先点日头下面拍拍咧，避免臭扑味附条咧。以外，少年人现主时流行的破空裤也是禁忌，迄种破败相，互看做是对运势不利，会导致趁钱厄、漏财意。小小的穿衫学问，反映着汉民族过年时大大的心理需求，就是希望一年平安顺利发大财。伫新春初一爱穿新衫的咱，拄好要来读一段有关祭祀福的经文。根据出埃及记39章，当祭祀圣福奉祭完成了后，规个圣幕的工程就完美落幕。上帝对大祭司的清查列出济的规定。今仔日这段经文甲28章有一寡类似的所在，毋过也有明显的分别。譬如讲，
39章简单讲到刑罚，无像28章15节讲到刑罚是用来摧断上帝的旨意。另外，本章也无讲到28章30节所记载乌灵和土明。学者认为，乌灵和土明是无需要人工制造的矿物，所以无搁再重复提起。伫笔者的眼中，上帝毋单单是建筑师、室内设计师甲加配师。对本章看，伊也是服装的设计师。毋知你是毋是捌看过时装的展览？对春典内顶的时尚服装，你的感想是安怎？讲实在，我常常看毋捌。神殿内顶的服装有啥物时尚感？只有感觉真怪异。直到某一次看到一部影片介绍，指出遐个设计无实用的时装，往往只是为着要吸引注意，制造亮点甲传达思想。这个剪裁甲设计，主要是为着标志某一种精神象征而定。祭司的圣服拄好是照上帝心意制作，伊对圣服有家己的看法。大祭司伫每年的赎罪日爱穿圣服进入至圣所，一年有一遍的机会代表以色列人民甲上帝相会。假使这是全以色列人拢会注意的一场宗教活动，上帝减会把机会透过华贵的圣服传达伊的教导甲旨意。假使你伫读本段经文的时有特别注意到，就会看到一而再出现“这是照上主吩咐摩西话做”这句话。对祭司的圣服、刑罚，到每一种装饰品的设计和天际，最后还考虑到功能性。上帝拢像是一位时装的设计师。这段有关圣服的经文，咱读起来检采真头痛，感觉和家己的距离真遥远。总是当咱提起圣经的注解册详细读，检采就会当发现圣服的设计细节其实反映上帝的期待。上帝要求的绝对毋是外表的宝石装饰和安怎来裁剪天的方式，迄不过是用外在形式标志某种的精神象征而定。上帝透过祭司圣服所要提醒的是，伊对人内在生命的要求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看重外在宗教仪式，赢过内在的信仰生命？是毋是把信仰当作是外在装饰，较赢过伊所象征的生命本质？我是毋是看重外在的宗教仪式，赢过内在的信仰生命？是毋是把信仰当作是外在装饰，较赢过伊所象征的生命本质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你喜爱你的人民，活出圣化归属上主的生命。我愿意活出你所期待的样式，求你帮助我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